喺將軍澳市中心嘅繁華脈動中，尋覓一處屬於自己嘅溫暖港灣，呢難道唔係每位首置客最深切嘅渴望？天盡3A期正以其優雅嘅一房一浴室嘅間隔，實用面積達352尺嘅精巧設計，喚醒你對理想居所嘅柔軟情懷。呢度樓齡僅9.5年呢，由新鴻基精心打造，步行呢僅數分鐘即達港鐵將軍澳站，交通四通八達。無論係上班族奔波職場呢，抑或年輕夫婦規劃未來呢，皆能輕鬆融入生活節奏。後網係95後網呢，優質名後環繞，為將來小生命嘅成長鋪設堅實基石。特別適合年輕家庭或係單身專業嘅人士，開啟安穩首置之旅。天晉呢個單位咧，以其親民嘅價位咧、完善嘅配套啦，同埋生動嘅景觀咧，邀請你邁出擁有物業嘅第一步。讓我哋一同見證你圓夢時刻，置業將軍澳，從呢度開始綻放人生光輝。